我哋以為咧自己用緊個科技，但其實咧係被科技控制緊嘅。我哋喺 Instagram、YouTube 啊等等呢啲 social media 睇到啲咩內容、信咩資訊，甚至點樣思考咧，好多時候都係個演算法去決定。我哋大人都未必察覺到，更何況小朋友咧。但係呢樣嘢其實係可以搞嘅，你可以同小朋友一齊睇 YouTube、Instagram 啊呢啲 social media 嘅時候咧，見到啲唔係咁 appropriate 嘅內容咧。你可以教佢不感興趣，主動咧去揀翻自己想睇嘅內容，慢慢建立一個屬於自己嘅資訊環境。當佢開始明白到原來我可以影響個演算法嘅喎，佢就唔會再咁被動接收，反而係主動去選擇。咁呢個 mindset 嘅轉變其實好重要㗎。未來咧最強嘅人咧唔係用最多工具嘅人，而係識得設計自己資訊世界嘅人。最後咧，其實 AI 本身咧唔會令到小朋友變叻或者變懶啦，關鍵係你可以幫小朋友去用 AI 成為一個創造者，而唔係一個消費者。